电风放送头来看，云林溪经过8冬的整治，水质成功有改善，嘛打造3公里长的水化步道。最近有民众去遐散步，有发现到有人会去河溪里的蓝腰带啊。不过水利处表示，云林溪有原是有轻度的污染，所以无建议食溪里的鱼。而且水化公园是禁止钓鱼甲掠鱼的，违规上当会当罚600块。民众伫步海边咧掠五过鱼，最后阁将2大地鱼仔拢炸走。最近有民众来到云林溪水岸散步的时阵，发现有人会来遮掠鱼仔。附近的住户是讲，定定看到。不太好，因为基本上那边鱼应该也不能吃，因为那个都是人家洗衣服啦、洗碗的水。对啊。你自己有看过吗？有看过啊。有看过。好像外国人比较多，就是那个来这边工作的那些劳工。云林县府表示，云林溪为2016年就开始推动限刮计划，由中央甲地方投入超过10亿的经费，分4阶段进行整治工程。后来水质改善了后，生态嘛渐渐恢复。不过无建议民众去捌水或者是生水钓鱼啊。会先予以劝止，劝止不听的话，我们依法做相关的处分。依目前的法则是以水利法相关的一个规则去做一个不符我们的一个管理机关的一个管理作为，是会罚到12000元至6万元的一个罚款。水利署表示，过去云林溪受到严重的污染，经过这几年的整治，虽然有变清气，不过受小可程度的污染。而且云林溪管理要点规定，若是无经过许可，是袂使去游泳甲钓鱼仔。呼吁民众就要遵守规定，避免受罚。记者王维雄，云林报道。